永远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对你的大慈悲，你组织阮进入你的圣会。阮这个时刻，用敬虔的心恳求你，互阮伫心神甲肉体，拢会当诚实尊敬你、服侍你。透过今日的礼拜，互你的圣名大大显出荣光。求主也帮助阮。互阮伫你的圣会中间，真做忠实的圣徒。当阮用敬虔佮诚实的祈祷来就近你的时，恳求主你拯救阮，脱离灵性的冷淡、意念的分散，互阮有安定的心思来敬拜你，佮互阮会晓用敬虔的忏悔来得到你的赦免佮恩惠。主啊！伫你至权荣光的内面有大权能，总是你时常压落听阮恳求你的声音。主，当阮来敬拜你，恳求你会通即时找见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互阮会通用敬虔无瑕疵的服侍得到你的欢喜。主啊，阮特别也从今早起要服侍正当工，拢完全仰望伫主的圣手中间。求主帮助所有服侍当工，坚固阮手所做的工，无论是献诗，无论是抒琴、诗会，也是传讲信息。主，你拢用圣神充满阮，带领阮。互阮会当做美好的事工来荣耀你的圣名。主，伫即个时刻，台湾的疫情也未完全平煞，但是阮是有较无的心，望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恳求主，你施恩怜悯，有这疫情赶紧离开阮，也互阮伫恢复正常生活的过程中间，也在感谢心，将所有荣耀拢归乎你。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双年教会，互双年教会伫即个地区、伫即个社区、伫即个国家，拢会当做光做盐来荣光你的圣名。也恳求主你亲自复兴台湾的正教会。互阮伫即个非常的时刻，有愿勇敢做见证，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也互万民得到祝福。愿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们。
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唱歌学乐伊的名的荣光，用学乐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三甲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172首，圣诗第172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全首。请咱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阮的天父，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愿满心感谢阿罗你。伫圣的主日，阮来到你的面前，存着欢喜快乐的心，伫你荣耀的圣殿敬拜阿罗你。恳求你即时教阮伫地，安静阮的心，帮助阮开阮心灵的目睭。互阮较无你来亲近你，常常行伫光明中，互阮脱离黑暗，进入迄个光明。稳定的主，你是阮每日的瓦壳，是阮的溃烂。求你帮助阮，将生命中所有的挂虑，全部交托伫你的施恩宝座前。恳求你带领阮来完全来信靠你，来得到新的溃烂，经历你的信实。互阮活出丰盛喜乐的生命。主啊，你是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因为阮人拢犯了罪，拢亏欠上帝你的荣耀。但是阮却得到天父你的恩典，借着伫基督耶稣内面的救赎，你就白白接纳阮做你的囝儿。阮感谢你无变的
慈悲、怜悯甲稳定。也求你赦免阮伫过去日子内底有所犯有义无义的得罪你的过错，因为你的赦免甲接纳，互阮会当原谅得罪阮的人。求主帮助阮，会当过圣洁甲得胜的生活。亲爱的天父，我嘛要恳求你帮助阮，会当学习用感恩的心，每一日来算效你的恩典。求圣神将这宝贵信念深深放伫阮每一人的心中，互阮的生命不断来充满你的疼甲恩典。通过今日的礼拜，会当来领受耶稣过我的生命，搁较深来体验甲你同在甘甜。我嘛要学习用你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将生命中拄到的每一项事，愿意来学习你用怜悯、慈悲、宽容的心来接待人，来学习你无限的疼，将好的行为来荣光你的生命。主啊，最近的疫情有变化，侪人心内有烦恼，搁惊吓，造成身体、心情、生活甲经济不安的状况。求主保守阮的出入，拢会当得到你的看顾甲平安，互阮伫患难中会当警醒来祈祷，来经历上帝同在。伫黑暗中仰望上帝的真光，互阮的心内充满盼望。我们安尼来感谢你，我们将一切荣光拢归乎你。阮所感谢祈求，犹原是无够额。我嘛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做伙来祈祷。三甲来交托启示文第10篇，就是诗篇40篇，记载伫圣诗后面第14页。伫圣诗后面第14页，我来启，请大家来念。我捌吞论天后耶和华，伊对童囝的含坑，对土地中牵我起来。伊互我的喙唱新的歌，侪人要看见来敬畏，独独我靠耶和华，以及偏袒虚假的人。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所行之事，袂为对你败劣。这事甲礼物你无欢喜。彼时我讲，你看我来啦。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读。这是咱请圣歌队来学乐，伊要带咱学乐上帝要唱的诗歌是信、仰望、忍耐。
感谢圣歌队用遮水的歌声来学了上帝，愿一切荣光拢归乎上帝。咱三甲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9章26至28节。请掀开现代中文译本第200页，台语汉译本第145页。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共读。使徒行传第9章26至28节。扫罗到耶路撒冷，想要和门徒来往，毋过伊毋相信伊是门徒，逐个拢惊伊。只有巴拿巴来帮助伊，带伊去见使徒。因解说扫罗怎样伫路中拄着主，主怎样伊讲话，伊阁甲因讲扫罗怎样勇敢伫大马士革来奉主的名来讲道。因为安尼，扫罗甲使徒出入来往，伫耶路撒冷奉主的名好打传道。以上是上帝话，愿上帝赐福听药的，阁照安尼去行的人。今早起，带主任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巴拿巴第2讲接纳宽容，接纳宽容，请大家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顶礼拜有讲起着巴拿巴对上帝的奉献，咱今日要来看伊对人的态度。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求来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圣经就是你的话，请做阮生命的帮助。阮真清楚你的话充满气力，会当更新调整阮的生命。阮也愿意顺服伫你的帮助下面。所以，阮恳求主，这个时刻，找见圣神帮助阮，会当理解你的话，也会当照安尼去行，来得到福气。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顶回有提起着巴拿巴这个名吼，其实毋是伊的名，伊叫做约瑟。巴拿巴的意思就是伊一个外号，意思就是叫做华语叫做劝慰词，就是鼓励人的人。所以一个鼓励人的人，就是伊是内心温柔，会当体谅别人的人。咱会当对3项代志来看巴拿巴，伊对人的体谅，伊对别人的宽容。首先，咱发现着巴拿巴伊的心肠真柔软，伊看起着困苦人伊会提出想办法去帮助人。咱知影早期教会存在着迄个贫富差距真大的状况，有的人生活较富裕，有的人过着困苦的生活。当即群人做伙伫一个环境中间，做伙一个团体中间，咧互相生活的时阵往往会有产生一寡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有人好好养，有人较散嘛。这个时阵平平人要食物件，可能有的人供应的较侪，有的人较少。所以初代教会因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方式。要解决这个问题，采取的方式就是去分享，透过分享，互人得到每一个人拢得到欠缺，得到帮助。咱顶礼拜有提起到巴拿巴伊的奉献，伊奉献，伊变卖伊的产园，然后将钱交互使徒，伊无讲家己来分伊尊重使徒的权柄，所以伊将这个钱完全交互使徒，互使徒照着当时阵教会众人的需要去分配，安尼地当去互欠缺人得到供应。所以巴拿巴伊其实就是伊会当去体谅迄个困苦人的需要，所以伊有效去管理上帝交代伊管理的产业，伊分享伊的钱源，
帮助这送养人。分享是一件真特别的代志，就是透过分享，迄个疼就伫即个中间。所以咱来理解早期教会的起造吼，毋是干那是人的作为，是因为上帝的疼去感动人，互人会当透过分享，就形成早期的教会。这就是教会的本质啊。巴拿巴就是一个真好的典范，伊做一个领导者，伊愿意做一个典范，做一个模样。将家己所有的、甲需要的人做伙分享，所以伊是体贴苦难者的一个人。第二项，伊的宽容嘛表现对犯错的人身上，特别是保罗这个人。咱来知保罗还未信主之前伊是大大迫害基督徒的人，因为过去保羅是一個法利賽人，伊是一個猶太主義者，伊對猶太主義非常的熱心，伊將當時陣的基督徒看作是背叛猶太教的一群人，因認為基督徒無要遵守猶太人的律法，所以伊就真生氣，設法要迫害基督徒。伊將真濟這基督徒陷害，互因關佇監牢內底，甚至用上界可怕的刑罰來刑罰這信耶穌的人。所以甚至有真濟基督徒因為保羅的緣故，死佇這監獄中間。所以佇這個情形下面，耶路撒冷的教會對佇保羅心中攏有一種怨憤甲驚嚇。結果後來，耶穌佇保羅去佇大馬士革的路上，對伊顯現，呼召伊，伊就歸信耶穌。歸信耶穌了，伊完全悔改。伊想要為着福音盡伊的氣力，但是伊拄到一個真大的問題，真大的困境，就是一方面過去甲伊合作迫害基督徒的猶太人，無法度原諒伊的背叛。講過去咱做伙合作咧參與這個這背叛咱猶太教的這基督徒，竟然你今仔日徛佇伊迄邊，所以這群人對保羅嘛真生氣，派人要迫害保羅。另外一方面，過去受到伊迫害基督徒嘛無法度信任伊，所以保羅到耶路撒冷去找耶穌基督的門徒，無想到耶穌基督的門徒無半個人願意接納伊，大家攏拒絕伊。所以咱拄則所讀的聖經講，掃羅到了耶路撒冷，掃羅就是保羅保羅過去的名想要甲門徒結交，但是大家攏驚伊。這咱想就是真簡單想，咱嘛知影理由因為過去保羅是迫害因的人今仔講伊已經悔改到底人啥物人知影伊敢是真的悔改？若萬一伊想要利用這個假悔改來咱團體中間佫來破壞咱所以大家攏驚伊，毋信伊是門徒。獨獨一個人就是巴拿巴。巴拿巴接來伊帶伊去見使徒，來說明講保羅已經改變了，而且替伊做證明為掛保證，講伊佇大馬士革安怎奉耶穌基督的名放膽來傳道。就是因為安尼，這使徒才慢慢來接納保羅。所以咱來理解就是因為巴拿巴伊替伊掛保證，使徒才會改變對保羅的態度。其實這是一件真困難的代志，因為保羅的記錄實在太無好的，大家攏驚伊，除非你有真寬大的心胸，才會當相信伊、接納伊。這就是巴拿巴有誒，使徒無。這真諷刺的，就是咱看耶穌基督咧教導這使徒講：愛聽你們對的，愛為着迫害恁的祈禱。結果使徒看到這迫害因的來，大家驚要死，袂記這耶穌基督的教訓，讓巴拿巴做教。
咱今日对教会历史来看吼，若无巴拿巴会接待、甲包容、甲推荐，就无保罗。安尼教会历史就因为安尼来改变，因为后来差不多大多数欧洲外邦的宣教拢甲保罗有关系，所以若无保罗就无欧洲的宣教，若无巴拿巴就无保罗。所以伊是一个会晓去宽容迄个过去犯错的人。个另外相款的态度，咱会当看出，伊会当去接纳迄个软弱、一时软弱的人。这保罗就做袂到。咱来讲一个故事吼，就是保罗甲巴拿巴吼，因后来做伙伫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就差遣因去传福音。所以保罗甲巴拿巴就相招要去做旅行团队。因这个时阵就想讲，我一定爱身边爱找一寡助手。巴拿巴就推荐伊的表小弟马可，讲马可这个真好，受真好的教育，伊对咱会当咱做真好的代志。结果出发无偌久，因到彭维利亚这个所在的时阵，马可毋知因为什么款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伊迄个时阵还真少年，较软正。旅行团队毋是一件真简单的代志，真艰苦。可能过程上过艰苦伊佫较幼稚所以就想讲无爱做半路就走转耶路撒冷嘛有可能伊较少年离开家乡上久，较少年家乡所以就赶紧半途就逃走，转耶路撒冷。结果这件代志保罗来记条条。当因第一遍传道结束了，又过一段时间，保罗佮招巴拿巴讲：咱过去第一遍旅行传道的时阵设立真济教会，咱即马佮第二遍去咱巡一下，而且佮有一寡其他的所在，咱嘛爱去传福音。这个时阵巴拿巴就讲，就提议讲：马可佮互伊一遍机会啦咱佮带伊做伙出去但是保罗感觉讲马可这记录无好所以就无要接伊收伊。无想到伊过去记录嘛无啥好讲这记录无好做福音的道兵，所以为着时间的缘故，绝对袂当带伊去。就因为安尼巴拿巴甲保罗因为安尼来互相产生冲突。巴拿巴坚持要带马可，保罗坚持无爱。两个就安尼分开，所以保罗就带西拉去传福音，巴拿巴就带马可去另外往别个所在去宣教。结果咱若对教会历史来看，历史证明保罗看唔到人，甚至保罗伊也承认伊看唔到。咱来看一段经文这是提摩太后书的第4章11节这保罗写批予提摩太，叫伊交代伊一寡代志，叫伊爱来伊身边的时阵，伊安尼讲，请你将马可带来，因为伊伫传道的代志顶面对我有利益。咱若另外看腓立比书的24节腓立比书一章24节。伊安尼写讲，我喺当工马可也愿你请安，表示迄个时阵，保罗写批予腓立比的时阵，马可就伫伊身躯边咧帮助伊。所以这时阵马可已经成做伊的当工，伊的助手。所以咱看，因为巴拿巴伊的包容力、伊的包容心、伊的远见、伊的智慧，真正甲别人完全无共款。保罗看袂到的所在，巴拿巴看会到。所以，伊选择马可，互伊对迄个过去的软正慢慢来培养，互伊成长起来。后来，伊成做福音的使者。咱对教会历史来看，后来马可成做北非洲第一个主教，伊伫非洲起造了3代的教会，后来伫非洲宣教。
所以咱嘛会当安尼讲，如果若无巴拿巴伊的包容，咱教会历史会因为安尼完全改变。因为无巴拿巴就无保罗，无马可嘛，啊无保罗就无欧洲的宣教，无马可就无非洲的宣教。所以巴拿巴属灵的眼光，甲伊包容的心怀，对教会历史有真大真大的贡献。因为伊的包容接纳，互保罗甲马可这些人拢有机会，对一个犯错者精神改变，对一个软者的人变作光强壮大的人，才做上帝所重用的萝卜，才做正教会的祝福。所以讲，这就是巴拿巴伊迄种宽容的心，所为着这世间所带来的祝福。咱来想看觅，若无保罗因去出去宣教，就无今仔日咱林捌福音。所以因为伊一个人的贡献，带来这么大的影响，拢是因为伊有宽容的心啊。当然，咱知影要包容人、要接纳人，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特别是咱看无顺眼，咱看无介意，咱人拢有血气嘛，咱甲保罗拢相共嘛。看啥物人可能过去做了毋对，咱就记条条。即个我永远无要甲伊合作。咱拢有即款的血气，所以面对即款的情形，牧师下面要甲大家分享两个原则，帮助咱会当较宽容、较接纳别人。第一项，咱要包容甲接纳，第一项代志就是咱爱清楚人的价值啊。咱咧看人的时阵，爱了解伊的价值。咱每一个人拢是有瑕疵的人，但是咱拢是被上帝接纳的罪人。首先，咱来明白，伫上帝眼光中间，每一个人，包含你、包含我、包含你四周围的兄弟姊妹，也是外面的人，拢是上帝所创造的宝贝，伊完全接纳咱。圣经安尼讲，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伊；世间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伊。上帝接纳咱每一个人，伊真心看顾每一个属于伊的囝儿甲查某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检查咱的生命中间，可能有时阵会向拒绝，嘛有时阵会叫人轻视。有一寡人为着要互别人去接纳伊，产生一种错误的观念，讲只要我表现了较合理对方的要求，对方一定会接纳我。有真侪夫妻的关系，有真侪爸囝的关系，有真侪朋友的关系，拢是安尼讲我来满足伊的需要，伊一定会接纳我。也是讲我只要诚做完美，较好淡薄，对方一定会接纳我。牧师啊，大家讲，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第一项，咱无可能完美，咱拢有瑕疵，咱拢是罪人。无一个人会当完全满足别人的需要。过来，检查你会当真完美，接近完美，但是人也是无一定会接受你。你看耶稣遐尼完美，也是真侪人无接受伊啊，甚至将伊钉伫十字架顶。咱来理解，一个人之所以会当被接纳，毋是建立讲我表现了安怎，所以对方可以接纳我。一个人被接纳，是因为是建立伫接纳别人的人的成熟甲疼顶面。咱拢做过囡仔，咱做囡仔时阵，咱拢感觉讲，有时阵咱拢会感觉讲我若表现较好诶，爸母会较疼我，爸母会较惜我。我若无乖爸母就无爱我。其实这种观念其实是毋对，因为一个真正成熟的爸母，袂因为这囡仔表现安怎，才会疼囡仔嘛。真正疼的爸母就是，无论安怎，这囡仔安怎，这就是我的囡仔，所以我疼伊嘛。伊表现无好，可能伊会生气，但生气的原因毋是因为无爱、无疼，是因为可能欲望失落，可能因为伤心，但是绝对毋是。那这成熟的爸母绝对毋是无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疼的上帝，伊有完全成熟健全的疼。伊疼咱，检查咱敢若无好，
伊也是全然接纳阮。上帝实在是疼咱，所以伊互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互咱有一个典范会当学习。耶稣基督的生涯中间，咱就看出，伊咧表现出上帝眼中每一个人拢是伊的宝贝。咱看见耶稣伫伊世间中间，伊甲所有的人拢做伙交陪，伊有甲好家人做伙，伊嘛甲颂扬人做伙，伊甲一寡社会地位真悬的人做伙，伊嘛甲乞者妓女做伙，咧表现上帝疼每一个人。这人无论伫人的眼中是尊贵也是卑微，上帝拢接纳，上帝拢疼。咱看路加福音书15章龙主的譬如，咱就知。检查咱亲像龙主同款培力，上帝也是亲像一个主爱老爸同款，伫迄门口咧听候即个流浪的龙主。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是被上帝接纳的罪人啊！你我拢相共。第二，咱拢是被耶稣基督赎回的宝贝。咱每一个受造的人，拢是有价值的。我捌听过一个牧师做一个比喻，我感觉真有道理。伊咧讲一项物件吼，要咱看出有价值，在伫两点。第一点是，这项物件是用偌济代价所买来。第二项就是讲，这个物件是属于什么人的？咱首先来看，这个物件，当然物件有无同款的品质，所以咱去买物件的时阵，你付出较济的代价买来的物件，这当然是较有价值的。咱拢真清楚。保罗讲吼，恁是上帝用重价买来，上帝付出真大真大的代价。咱是用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用伊的身体所换来，咱毋是清彩被拯救的，是耶稣基督受苦受死换来，是真宝贵，是上帝开真大真大的代价所买来，甚至会当讲是无价。佮另外，要判断一项物件较有价值，咱爱看这个物件是属于什么人的。我过去吼，可能10几年前有一个电视节目，毋知大家有看过，叫做迄日本的电台播的，叫做开运鉴定团吼，咧鉴定物件的吼。无共款的物件摕出来鉴定，讲这个物件有偌济价值。有时阵吼，一个物件咱看做无啥物物吼，更一个碗，也是一个盔，甚至一支宝剑吼。因为伊过去捌属于一个真出名的人，这出名的人捌拥有这个物件，哇，迄个物件的价值吼，价值就翻过来倍，因为伊捌属于某一个人。咱若对安尼来看，咱来明白，保罗讲，恁是属基督的，咱是属耶稣基督的，所以咱是价值非凡呐，咱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上帝既然接纳咱每一个人，咱应该爱学习去接纳每一个其他兄弟姊妹，因为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爱，咱就爱彼此互相接纳。当咱清楚人的价值了后，咱就爱开始第二项，就是咱爱开始调整咱对人的眼光、对人的观点。有第一项做基础了，咱调整咱对人的看法。第一项就是咱爱加去看人的优点，毋是去看人的缺点啦。咱爱改变咱的习惯。要接纳别人，咱爱用正向的思考来判断每一个人。因为咱知影每一个人拢无完全嘛，拢有歹的所在，但是每一个人嘛拢有好的所在。如果咱会当用一个正确的眼光去看，咱就爱安怎加去欣赏别人的优点，特别伫教会生活中间，咱爱加去看人的优点。伫教会生活中间，上界大的问题就是出伫吼，顶回牧师甲大家分享过，论断别人的缺点啊。耶稣讲，你毋通评断别人，上帝就要审断恁。因为恁怎样评断别人，上帝也要照样审断恁。你用什么牛气去牛别人，上帝也用相款的牛气牛恁。
因为论断是上帝的代志，毋是人的代志，这点非常重要。咱来加去欣赏人的优点，莫去批评人的缺点。咱将咱的眼光放伫人的优点顶面来荣耀上帝。咱人其实真奇怪，咱即马是疫情所以咱较少出国去佚佗同咱伫台湾嘛，咱去游览佚佗。咱出去佚佗的时候，咱开钱出去佚佗，拢爱去看迄个足水的风景，对无？咱爱去欣赏水的物件嘛。甚至过去咱出国的时阵，有人开真侪钱去外国的迄博物馆去看迄艺术品，要看迄水的物件，人类创造水的物件。结果咱伫咱上界亲近的人顶面拢咧看缺点。咱知影迄个人咧乌选照迄个空坑内底，迄工人乌入去内底拢是阿早的迄个图对无？但是因拢注目睭咧看啥？看到有迄个选照的圆孔，所以因的目睭毋是咧看遐图，遐做垃圾的物件，拢咧看迄个。我可能会去学着迄个水的物件，叫咱伫上界亲近的人，身躯拢咧看伊的图，伊垃圾的所在，拢袂看伊亲像选照遐尼宝贵的物件。所以咱这个眼光爱调整，爱专注伫迄个别人的优点，毋是缺点。第二项，咱爱专注伫合一，毋是无共款的所在。人甲人中间有真侪无共款的所在，因为咱伫无共款的背景、无共款的经验顶面成长，所以人存在着真侪相异的所在。但是咱若详细想，咱嘛存在真侪相关的所在。所以咱爱学习去看别人甲咱共同的所在，特别是咱有共同的信仰。圣经讲，基督就亲像一个身躯，有真侪肢体。咱每种拢是无共款的肢体，有无共款的功能。但是虽然有真侪肢体，咱犹原是属于一个身躯，咱拢共款属于耶稣基督。咱来明白，咱被呼召来成做兄弟姊妹，这是上帝的恩典。一个人个性更较特别，伊被安排伫咱的中间，成做咱的兄弟姊妹，咱就爱去接纳伊。咱来强调迄个合一，毋是无共款的所在。最后一项，就是咱爱专注伫未来，毋是现在。咱尽量用现在的状况，来讲这个人过去的状况来评断这个人。但是咱毋通忽略，上帝有迄个改变人的规律，人的成长会改变。牧师过去咧，甲大家分享，听是包容，还是讲听是吞忍的时阵。甲恁讲过，迄个包容甲吞忍的迄个离根原文的希腊文的离根，意思是触顶。像咱这有触顶对无？触顶的目的是啥啦？保护咱嘛。所以今日落雨，咱伫这触顶的保护下面，咱就袂去互南雨淡去。这保护的目的是啥啦？互咱伫遮恢复，互咱伫遮成长。亲像巴拿巴包容保罗，保罗过去犯错，伊亲像一个触顶伞款台保护起来，互伊伫这犯错的过程中间会当悔改。亲像巴拿巴咧包容马可，互伊伫一个触顶的保护下面，互伊对软弱会当变做刚强。这包容嘛，亲像迄个咱咧打迄乌克棒小人，有人生命中间有一寡伤痕。伤痕你若无来顾好势，伊就会产生别种的病，细菌会进入，所以你来包起来，来防止起来，互伊伫即个保护下面来恢复，恢复了正常了，就阁有气力啦。所以咱看见着巴拿巴就有即款触顶、即款 OK 棒的即款的功能、即款的特质。带互保罗甲马可遮尔大的祝福，然后保罗甲马可甲祝福其他的人，甚至咱今日嘛领受因的祝福。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今仔咱看到某一个人，可能咱感觉讲这人，我看伊真无顺眼，
但是如果咱会通加包容、加宽容、加接纳，有可能因为你的帮赞，互这人改变，伊将来将做真大的祝福。这是咱爱学习的功课。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互阮伫教会这个环境中间学习，安怎去接纳，安怎去包容。主，阮拢是有血气，有下属，求主用你的话亲自来改变阮，互阮会当互相接纳，彼此包容，来成就你美好的旨意伫阮的中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咱三甲来吟诗，圣诗第246首，圣诗第246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上帝疼痛赢过一切，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备办心来奉献。
请咱起立来感谢慈悲疼叹、恩典满满的上帝。你是福气的源头，愿领受你丰丰富富的恩惠，我嘛要顺从你的教示，将你所赏赐的献上来感谢你。无论是阮的金钱、财情、时间甲性命，拢愿意献上做你的路用，恳求你甘纳。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煞者我要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4页，教社委员会消息，敬乐的旅游要定伫3月8拜二上午的8点半要出发，地点要去台中中社会海，费用就是伫在职满65岁以上的兄弟姊妹。爱交500块，其他的爱交900块。安尼，陈美仙干事来报名。即便是报名的时阵，爱摕驻预防社的房卡2节以上的证明，这一定爱交这才当报名。另外是第7页，周报第7页，教界消息。马街博士伫1872年3月9对河尾，就是即摆淡水来上岸，开始长老教会伫北台湾的宣教事工。今年是马街来台宣教的150周年。北部大会甲所属的4个中会举办一系列活动，总主题是学马街。传门徒传福音，鼓励大家报名来参加以下的活动。第一是3月5拜六的暗时6点半至9点，马街来台宣告150周年的庆典的暗会，甲青年的献身会，鼓励教会青年来报名参加。这补助是每一人100块。第二是3月6礼拜日下晡2点到4点，马街来台宣告150周年的联合庆典的礼拜，每一人嘛是交100块，这是包括餐费甲车资。伫迄日的中昼礼拜以后，做伙用简单的用餐，1点要做伙坐车前往。结束了，就直接来解散。地点是和平的篮球馆，讲师是林丰信牧师。按报名来爱稳会甲营运干事来报名，这爱交费用哦。线顶要报名的，就爱伫教会交钱了，才会当算完全。过来要补充的报告，这是无伫周报内底吼。本会会友高全坤兄弟伫2月17号安息主怀，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伊族。第二，本会会友李蔡秀梅姊妹，就是李建峰、李雪珠的妈妈，伫2月18安息主怀。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伊族。以上报告，其他的消息，请大家来看，嘛来支持来参加。
即时啊，要请蔡老师来介绍来宾甲无用的台道。大家平安。毋知咱中间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兄弟，无吼。伫遮牧师要补充一点吼。咱看咱的周报的第4页吼。咱教会总务甲双连大楼的主任徐主任徐兆平主任，伫2月底就要退休所以深深感谢伊43冬前43冬来对咱教会侍奉甲付出43冬是真久的时间伊来到教会时，我较是国中1年级所以真长的时间伫遮奉献牺牲愿上帝亲自祝福伊未来道路稳定满满即个时阵咱教会有一个物件要赠送互伊咁咱请你来头前迄个徐主任来时，美姬也会出席咱真正真感谢伊咱讲将伊的青春拢奉献互即个所在接下咱看即个报告对3月份开始双连大楼的事工的交由吴文玉干事来接任教会总务事工会由王秀珍干事来接任这互大家公告，互大家清楚知影。好，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伫这疫情中间，你愿保守阮，拢得到平安。阮恳求主，你持续用你的恩典灌纳伫阮每一人身上。保守看顾阮，住伫阮的肢体中间，有人失去亲人的，求你亲自怜悯看顾安慰扶持，也兴起伫教会兄弟姊妹会当互相帮赞彼此代祷。阮也将阮中间有心神忧伤、身体病痛兄弟，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扶持安慰，亲自医治看顾。互阮伫你所想事的困难顶面来刚强壮大，面对人生无同款的挑战。主，阮特别要为着徐兆平主任来祈祷，感谢伊过去43冬来伫遮服侍，互阮得到真大的祝福甲恩惠。阮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伊，互伊的未来充满主所赏赐的恩典。阮也将在座所有兄弟姊妹，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赐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三甲来吟上言，圣诗第509首，俄勒天父万福不完，请咱做伙起立。
唱诗了，请蔡牧师传咱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咧，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享受垂看。